阿弥陀佛。今天我想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台湾左倾大圆满佛学会，一年四季在每个月的月底都是安排一场慈悲利众法会，已经是好几年了，都没有间断过，还会继续永久的，就每年的每个月都是一次慈悲利众法会。因为对一个佛教团体来说的话，就为所有的信众，是自己的弟子也好，不是自己的弟子也好，主要是众生是我们要帮助的对象，我们要利益的对境。所以我们用什么来利益众生呢？当然就是一个时间人的话，用金钱，用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的帮助跟金钱的帮助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帮助的方式。但是对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也是佛教的团体来说的，就用佛法利益他人才是我们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安排每个月一次慈悲利众的法会，那这个当中呢，就是很多的人做到了非常殊胜的功德，相当就是我们当初发信者，就是台湾左倾大圆满佛学会的全体的信众，就是安排慈悲利众法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发心的殊胜，很多人都是有发心的殊胜，有做到了。这就是全体的，在我们台湾左倾全体的信众都是有这个发心的功德。同时呢，就是在义工们不断的在努力，每个月都是坚持这个慈悲利众的法会，所以义工们也是做到了非常殊胜的功德。同时很多弟子呢，就是非常坚持的固定的来参加慈悲利众的法会，所以对于他的人生当中来说的，就是那一天的时间是最光明的一天，最光明的一天，最有意义的一天，最殊胜的一天。一个人的一生的时间当然都是为了生活为了各种各样忙了过去，但是如果是走的那一天你问你自己，你一生当中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最有意义的事情，那很多人来说的话，就所有的大部分的时间人来说的，那一天没有什么真正的可以值得可靠的，或者是值得欢喜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的，修行就是你就走的那一天，就是心里就是会有一个温暖的一件事情，而且是一个非常光明的一件事情。特别修行的过程来说到，就参加那些利益众生的这些的事业来说的话，那是最是光明，最是殊胜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以后也是知道台湾左倾有这个慈悲利众的法会的人，那么你如果是没有办法亲自来参与的情况下，那么我希望你也是一样的，在从远的地方，从内心当中做一个欢喜心跟随喜称赞然后随喜赞叹一起帮我们回向一切众生。谢谢大家。